日晉升院最靚嘅一套82方3房2衛，呢個做成衣帽間，呢係主人房，有獨立衛生間，採光係非常之靚嘅3面採光，好早可以曬到太陽。呢個洗衣機位啦，呢個做書房，呢個係2梯3戶獨門獨戶嘅，呢個係櫃啦，單獨一戶，3面採光嘅戶型，呢個飯廳啦，前屋冷氣係美的嘅，住過1個月，呢個廚房。採光非常靚，39立方，睇得到嘅都送下，所見所得。乾濕分離嘅每個房都非常之大，智能馬桶，住過1個月，17樓啊，樓層好靚，喺小區中間，一啲灰塵都冇。